刮出天山，锋芒滚海关，玉峰几万里，吹倒玉云关。汉下必定都无开天海关，由来渐渐地不见。庆瑶伊分明是密龙转世，只怪我当初无应该留下这个孽子护君。既然伊天性霸道，杀业又重，若无严加管教，所以走入正道，日后那正是祸及芸芸众生，敢毋是全是我连下连的罪过？你又搁唔读书，又搁一个倒久，小等下去互先生看到，你是去互拍家庄哦。先生，我才唔惊你咧。我来我后爸，恁两个才替我办哦。少爷，唔好搁再困啊啦，要紧起来食点心啊。歹食啦，歹食啦。哎呦，你若是无爱食吼，搁再困，若是去互老夫人来，老夫人看到，一定会生气呢。阮阿娘若看才爱困哦。伊会颠倒讲，婴仔乖乖困，乖乖困，伊会搁较爱困嘞。小奶奶来啊啦！啥好笑？恁摕去。是。嘿，我即马当咧用功，你莫甲我吵。莫吵！我看你敢是伫咧望秋公啊！我会吵。阿母诶，你烦恼我，讲明咧搞怪，啊明咧作假咧，啊明咧创伫遐路财查某囝，那我拢有做啦。啊是即马爱困，啊小妹一时啊，安尼你也要管，管伤多啦。小爷。我管你是为买爱你求上进，未来做一个应要生。无爱我管你是无要紧，公公已经去另请个人。另请个人是好人呐。敢讲又袂替我搁娶亲咯？一个无管我是无要紧，那两个管我，我会头壳乌暗眩咯。哼，必然是要做梦，有我落是秀英伫咧，你还阁是要娶细姨啊？哦，那安尼我若爹是要去请啥人来管我？哼！去请一位皇帝伊哩，伊改世全家怀在身，文武相传，受人尊敬，姓王名为王不灵。王不灵，哈哈，既然名叫王不灵。
跪地求饶，是来认输。小瑶，你千万才毋通安尼做。王先生，伊的武艺高强，到时食亏的是你家己啊！哼，你安尼讲，我甲偏偏挑工。你毋惊公公用教法处罚你啊？少爷，少奶奶，老爷已经将王先生请来哦。小瑶，来，赶紧的，紧去迎接王先生啊！袂啦，我才毋去。啥？你敢毋去？好，我来去。也毋过，我毋是要去看伊哦，我嘛毋是要接伊，我是要来去看伊即个王仔不灵是生做三条六臂。哼！小瑶，小瑶。已经为先生准备好书房，请先生下帖，教导小儿读书练武，每月奉上束修，文银3层。先生是爱50两，莫非是500两500两啊！先生啊，你是讲爱5000两是？哈，5000两！大人啊，原先一向如同寒云野鹤，我过日子是无拘无束，足惯势。这一回答应要教导玲珑，完全是感念着大人的知遇之恩，所以我决定分文不收啊。但是天下的父母啊，无一个讲无宠爱家己的子女。你若要爱玲珑会当生气啊，必须爱采纳我的意见。先生请说。府上敢有清净的别院？有，后花园的别院，舒适整治，花木重重，而且围墙高墙。哈，真好，真好！啊，那安尼晚生立刻甲玲珑搬入我别院住。这寿业是爱8年，这8年的中间嘛，除了送饭、送茶、送水的家仆婢女以外，任何人都袂用咧行入花园一脚步，就是伊的爸母也同款。玲珑也袂用咧离开花园一脚步。一切单凭先生做主。阿娘的啊！
了。王先生，王先生啊，这箱内物件吼，是阮囝一只8年要用的啦，内底拢是平时咧穿的衫啦、裤啦、鞋啊、袜啊，寒天用、热天用拢有呢。紧嘞，恁这家丁啊，紧来送去书院去。捌遮，啊好人啦，遐物件放在遮就好啦。好啦，家丁物件放遮就好啊。恁会使转去。先生啊，啊毋过，夫人，卿爷有先生伫咧调教，你还阁有啥物袂放心的？啊毋过，先生，小妮就拜托你了。故事。安尼哦，你莫转去啦，无我嘛要缀你转来。袂用的啦，你伫遮吼。那夫人莫转去啦。行啦。安尼你真是要人放的呢？那。咩做？我甲你讲，这个钢腿啊，甲铁钉啊，摕去个门甲顶顶起来。我问你咧，你准备讲咱两个搭咧车一关要关8年，无啊？你拍算是要甲恁大小安怎？甲你安怎以后你就知。你即马大声将这行李甲我搬入去厨房内底。哈？你叫我搬遮重的物件？无啊？拄则阮阿娘有叫路财要搬，你是安怎袂搬？我掠准是讲，哈，你要替我搬咧。伫当时你就是要叫我才毋咧。毋替袂用的啦。我甲咱无买，你看要安怎？看你要甲我安怎？我毋搬就毋搬。哼！啊！哎呀！哎呦！疼死我！疼死我！你紧阿爸！爸，看你要听我的话，要搬无？袂啦，袂啦！哎呦，我的钱，我的钱，真疼紧啊，放袂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搬就搬啊！老的啊，你拄食啥做我若无看哈？我拄则就看天顶一片粉鸟咧飞哦，缀去你家掠一只落来。哈？你走去天顶去，甲抓落来？这好无好无？你要爱哦？啊，你爱。
时拄啊才过，子时才开始尔。子时开始就是算今仔日，今仔日拄啊满8年啊呢。夫人啊，天也未光咧啊！这8年来，庆瑶无人照顾甲伺候，毋知食会饱穿会烧未。即摆毋知变做啥物款啊！我想吼，一定是乌大散的，毋知我是一个囡仔款啊！夫人啊，想遐济创啥物？老爷，我袂阁等落去啊！我要叫家丁爷捕头，将门来破开。我要看庆爷。夫人啊，你通啦，你给我放啦！唔通啦。你给我放啦！阿姐，阿娘。